晚安，敢有听到我的声？大家好，毋知音乐敢会伤大声，我小调整者。好，大家暗安，阿叔暗安，毋知你食暗顿啊未？欢迎你来。你好，今日要创啥？今日要来，就是要开讲，后壁开讲。我会拿开牌仔包，因为我算这个 Car Shop Simulator， 迄个算甲伤过中毒伤深所以就变成讲若是一工无算，就感觉身躯怪怪就感觉规个人无对动安尼，所以今日要来。就是想讲，非得拢是了时间嘛，家一人拆牌仔包嘛是了时间，不如我就拿拆牌仔包安那甲大家开讲安尼暗安阿酸暗安，欢迎你来，欢迎两位我要讲啥我嘛毋知，我就黑白讲好，我想看下甲大家分享者，因为我要安怎讲，我。顶摆开这个 game 已经是毋知敢有一礼拜以前的代志啊！因为我算这个 game 算甲中毒有够深的我已经逃生足侪进度出来啊！会当互大家看我即个店有够大间的而且我这互人算的这个岛啊嘛已经去毋知几张我算看觅1、2、3、4、5、6、7。8、9、10、11、12已经有12张岛啊就是会使招待足侪人客就对我最近发现就是若像是即种的，就是因为伊牌仔包足侪种我开互大家小看者。就是又无共系列的无共系列的介绍无共毋若是讲恁，毋若是讲迄个进货的介绍无共，你摕出来迄牌仔的迄个平均的介绍嘛是无共我即发现讲，即上新的即蓝色的，即叫做 Destiny 即个系列的，其实是无比即个红色的较贵所以我就按算要来摕这红色的牌仔包反正我就尽量挑，我别挑得对好，我想看有啥物通好甲大家讲的就是最近我有咧想足侪代志，比如讲我规个频道的这个经营的方式嘛有想要小调整一下，就是我已经，就是我前一阵咧做的内容就是我的这个标题甲文案拢是用台文的毋过咱欢迎阿峰来一包遮大包，啥物意思？这样想要互我 me too 啊？是安那？大包毋才会爽，愈大愈好啊！我看你是毋捌我无其他的意思讲到倒位去？无啦，就是这个做现实的问题就是咱讲咱做自媒体的内容这个创作者若是讲真正卖伤挂意这个数字，其实是做袂到所以因为真正是做袂到啦，所以我也是会对迄个数字也是有感觉的就是讲。若做全台文的迄个物件，有时较撒袂出去，因为对普通的这个社会大众来讲，就是台文有一个盲点啦，就是你若是无像咱对台语文有特别的这个感情，还是特别想要熟悉的人，对一般普通人无聊的普通人来讲，毋是这个意思，毋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一般普通人来讲，遐物件互人可能啦，对一寡人来讲是有距离感，所以所以我就想讲好啦，我应该会使试看觅，就是迄个标题啊，还是文案啊，要是会使用中文就安尼，对大中华囝字无法度接受全台文世界毋过
咱遮的台文使用者吼，已经吼，即个中文吼，已经接触中文接触甲足惯势啊吼，所以安尼讲起来有够悲哀吼，所以大家看中文应该是看有啦，啊毋过敢若会晓中文的人看台文是看无啦，所以我就想讲好啦，无就是要是加用寡中文好啊。吼啊，有一寡代志咱家己放心肝内吼，啥物代志？比如讲就是我用中文写标题，是因为你敢若看有中文吼啊，你看中文标题是因为你敢若看有中文吼，咱无共款吼啊，家己知影就好，咱家己心内有知影即阵代志就好吼。啊，若是有人就感觉讲我安尼。无够爱台语文吼，就是竟然为着想要接触到较侪观众啊，来将即个台文标题暂时稀释哦，啊暂时用，嘛毋是暂时啦，可能就是一直暂时毋是好，非得就是安尼。但是因为安尼都无爱我嘛是无法度吼，就歹势。数字总是虚伪嘿，吼总是足虚伪，甲钱共款，啊钱嘛是一种数字啊，你直接讲出来，你无心肝呢？无心肝的意思，你是讲迄个你的世界甲别人讲，而即个阿慧吼，伊选择用中文标题，是因为恁看无台语文，你要去世界甲我斗宣传呢？嘛毋是讲袂使啦。我想讲哦，大家敢有啥物烦恼，会使甲我讲，我可能是无法度斗解决，啊，毋过我会使甲恁分享我的烦恼。哦，即张有贵哦，超过100块，所以我想看卖，我即马就因为大家知影阿慧做咖啡店做有一段时间啊，吼啊，敢是有地动？应该毋是，你给伊借钱好无？敢是有地动？我会感觉。我的电脑伫遐心，敢是安尼讲？好，可能是我家己的触觉，好，无要紧。南部无感觉啊，到底是有啊无？好，毋知。好，稳，好，少年的安啦，就是地动即种物件吼，大家知影地动即种物件，有人讲就是。迄个细的毋免倒吼，啊大的就是倒袂过吼，所以就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吼。啊，敢有影阿峰爱借钱互别人，啊人敢有闲？毋知。就是你今日的烦恼呢。新北罗南拢是南部，好无要紧啊，拢安尼啊，台北人拢安尼啊。即讲啊有影，我嘛是安尼想，我嘛是想讲会当吸引较侪人来看嘛，是好代志。就是嘛就是因为我知影讲，咱上界理想就是应该爱有即个专320块水，就是应该爱有即种专台语文的娱乐内容吼，还是讲即个专台语文的空间哦。照你来讲，爱有人做到即个程度无毋对，啊，毋过我就感觉做到即个程度足忝的，就是伫心理上可能嘛介忝的，就是我家己就想讲，我暂时无想要做到遮尔啊激进吼，遮尔激进有较忝，所以我暂时想讲我小互我做一下较轻巧的，就是我共款啊，就是应该爱用正字啊，还是应该爱。甲大家分享的即个台语文观念，要是爱顾啦，都袂讲直接变做一个完全的迄个大中华囝字吼，袂安尼吼。啊，毋过就是可能都袂变成讲即个所有的内容拢100%吼，完全用台语。伊即个包哪会是破去的？我看着伊即个包装较捌无，伊是迄个穿模吼，来紧。阿咪欢迎你来。对呢，阿峰你借偌济出去？200万，啊啥？300块还是10块？借互送，借互学生啊，借10块应该是有一个合理的数字。毋过今日敢有学生？今日是拜六对无？哦，拜六，对呢，今日拜六诶。你要来困好？现在听白仔包伤过无聊，所以你即摆想要来困。
六弟讲教我台语会使啊，有时间一定招你联动啊。阿慧豆豆上好。其实我即摆就是感觉我即摆是咧交作业，毋是咧耍。就是讲，即个 game 你要升级，你要升级是足，就是你需要拆足侪牌仔包啊，摕到足侪即个经验，才有法度升级一个足忝的过程。所以我想讲，我家己一个人豆豆拆嘛是介无聊，啊不如我就拿拆牌仔包拿甲大家开讲安尼。哦，好，即摆是暗暝要来困的时间，安尼你着早困较有面吼啊。你看你要挂带还是无要挂带，拢会使。或者咱身体健康，不要讲话，咱身体健康吼真要紧，所以毋通为着要对待牺牲家己的健康吼。伊利暗安，欢迎你来。暗顿食袂？我食饱才来耍的，因为我即马应该是。我今仔日即个台应该就是手一直咧拆牌仔包，啊喙一直咧讲话安尼，所以我想讲我今日开台应该是无机会哪食饭吼，所以我著迄个叫做啥，我著先食饱吼。今日礼拜毋是拜，今日礼拜毋是拜啦，白痴的阿慧，我有淡薄对袂调大家留话吼，请互我一点仔时间吼。第四课有嘛姆斯咩？日本是无稳准话18禁的，毋过你是大条囝字，反正会使。我会记得迄个有嘛姆斯咩，因是官方，就是有我若无记毋对啦，因为我对迄无熟，我无咧算。啊，毋过若像是官方有讲，就是毋好。哦，啊，若是官方禁止安尼，应该就是袂使的意思。所以你搁想看觅，因为毕竟我会记得因的迄个马嘛，因的遐个马拢是真正有影有即只马，就是真正有遐个马，所以上好是卖乌白来较好。六弟讲啥？我是は大便です。伊利要来食暗顿。我原底就是讲，开这个大家会使配饭的时间，就是大家拢会使哪食饭，哪看我咧拆牌仔包啊，哪听我咧黑白讲安尼。啊，恁若是食饭食甲手有用的时阵，喙咧叮当啊，手有用的时阵，就想到啥，就凊彩甲我留一下话，拢会使。身体空欠系啊，食得一句讲拢袂晓。阿咪暗安，好好休困哦。我较精神的是啥物意思？你讲我开台会困甲，毋是开台会困甲开去，开台会开甲困去，安尼应该是袂啦。我就是即就是足用心吼，足专心咧甲大家开讲吼。啥物意思？阿峰上爱即味啥物意思？你上爱互官方过安尼才会爽是毋？你招人真人8,500块，5万块，哇，这遮济，啊是亲情朋友哦，啊是安那，啊是有人，就是伫路边讲叫你，要甲你借钱啊，要坐车迄种诶，坐啥物车要坐到5万块，啊，共款甲借伊安尼，因为我健康工作健康对嘛，头拄仔想袂晓讲诶，有啥真正安尼呢？有啥真正就是。虽然讲我是火子，啊，毋过我喙齿会拍干，啊，喙齿拍干，我就是讲毋知影家己咧话啥，讲毋知影家己咧讲啥物话安尼，六弟讲遮个你咧拍中文足奇怪，不要紧，你会使拍英文，搁较奇怪。中文华文，我看起来是，我感觉意思相像，啊，不要紧，大家介意用啥物名用啥物名，不要紧。六弟，你若感觉六弟，你若是感觉敢若有你咧讲，敢若有你拍中文，有感觉淡薄仔寂寞，不要紧，我嘛拍一句中文，互你来感受到有我甲你陪伴，好无？来，我想看要拍啥？
安尼你应该有感觉无孤单哦。阿酸嘛是好，安尼大家有伴吼，有伴就好。Let you practice some English 会使啊，会使，我嘛会使 practice 一个。主要是大家拢做伙陪6弟拍一下华文，会使会使。因为买乌托摆，甲你借5万箍，这种乌托摆偌贵我唔知呢，我无咧买。5万箍，敢会使买着半台？一台乌托摆唔知偌济，5万箍可能有半台呢，对无？火煮烫着煮，会啊，有时啊会。哦，是看CC数嘛对吼，就是讲咱这个重型的吼，重机甲迄个一般迄个啥小绵羊应该是无共介绍，有影，安尼讲嘛有影。啊，甲迄电动的可能嘛无共介绍。对啊，5万应该通买一台啊，无伊是要买迄个重机哦，还是安那？若是买重机可能的无够半台安尼。6弟最近要学4种语言。中台英日，我会记你是读语言相关的对无？你敢是读日文？我小可袂记。我会记你有讲，你若就讲你是读语言的嘛？安尼嘛是，若是共一时间要学4种，毋知头壳敢会拍干？若准我会，所以我只拢完全一项都无咧学。啊哈哈，君の15個上手です。我日语真正是无啥会晓讲，退步真紧哦。阿酸最近咧读册无应该要死。最近敢是有要考试啊？啥啊？我最近拢咧创啥？我最近拢咧加精华，因为我想讲我想要加迄个。咖啡店的迄个头路，我想要甲洗掉，洗掉了，我钱为倒位来，我就感觉讲我最近发现讲我加片这方面哪像要会使，所以我就想讲，我就看敢会使为加片才来赚着一寡钱，安尼。125cc 上俗的迄台，敢若是49800箍。安尼5万都会使找钱吼，你会使找2万呢。学册倒头算97天，你来直接看台。你哪听我讲话，哪读册敢读得落？还是讲你即摆是休困时间？若是休困时间就不要紧。救命哦！恁拢用日本话甲我安尼考验。毋知呢，乌托邦话咱学我无问遐济。私は日本語被當掉ですね。So I need 努力勉強。OK。我哪會感覺香港我日本話要是小可有救就是迄個滿分若200分，我反正摕到3分安尼。真正会拍感，过即摆差不多通分较开啊！安尼你是有语言的才能哦。你毋知会晓几种语言？我知影你会晓台湾话嘛，中国话就是国语、中文应该嘛会晓啊。叫啥？我会记你会晓日本话对无？我有看到你若像有写一寡物件，是啥物有用到日本话的款，我若无记毋对。课程爱加油，身体嘛爱顾，无毋对。身体是真正，就是你就算读册无介够，还是读册无介够，还是讲你钱趁无遐济，拢是拢无参像你的身体遐尔重要无要考学册，要用特选，你是讲啥物特殊的选材，还是啥物？毋知影即摆号做啥物名？我已经不甲花叉叉，就是毋知影即摆的制度迄个名号做啥物？我知影指考嘛，已经毋是号做指考嘛，号做分科测验，对无？恁遮的人6弟后摆会使选波兰文，你若是发生啥物危险的代志吼，你要订迄个去波兰的机票讲去发去就去，或者你会晓波兰文，学一个。
哦，特殊选材就是独招，呵，怎样？独招，所以是逐间学校家己招分开，无讲联合做伙的意思。伊哩即马四种拄好华台、日、英，较早阁有西班牙、阁韩国话，有够济。我想看觅，我基本上拢袂晓啊。我应该是英文会使，啊中文会使，啊台语文无应该是嘛是会使，啊日本话就是50音小可看有，啊汉字看缘分，汉字就看缘分，啊迄个要讲规句的，就是要日本话讲规句，还是听规句的，应该是无法度。哦，对。无空间的身体就无未来哦，就无未来哦。哦，嘿，无，我想看觅，佫有啥物其他的语言？其他我拢袂晓啦，韩国话我也袂晓。啊，迄个啥物？阮爸遐个语言我嘛是学甲有学，啊毋过无讲学甲会晓讲。嘿，哇，学习波兰心里会不起波澜吗？奇怪，阿正哪会共款变做即个爱讲话音笑亏的人？我，互我画着，有够凄惨的。波兰隔壁那是瓦库莱那瓦哈？瓦库莱那是啥物？不要读册，我也袂晓读册啊！哇，乌克兰哦 ，OK， 那像是吼，我地理有够歹，你莫问我。这啥物拢袂晓，你会晓台文啊？你伫开讲室，还是伫老的时阵嘛，拢会拍你。上无就会晓两种嘛，上无就会晓台文甲中文，上无有两种，已经是赢足侪人啊。有真侪大中华囝字，就是干那会晓中文，其他拢袂晓哦。哦，你已经赢。OK， 6地中文美语都会，没有美中不足的问题。恭喜！我感觉有淡薄喙焦，我今仔要来开我的饮料。哦，最后做啥？苹果红茶，苹果应该嘛毋是真正的苹果啦，应该拢是即个化学苹果，啊毋过懵食。水，甜甜，佮真有效。台文真含啊，袂啦，你谦虚。想看卖啊？学袂了吼，后世人才来学，会使。我嘛感觉讲，即世人做者想要做的代志，应该是做袂了啊，所以可能需要加几若世人，才有法度豆豆甲即个愿望实现吼，实现了吼。赢伫人生的起跑线，人生是要起啥物跑？选甲外国人讲话拢用台湾话，直接甲台湾话当做外国话咧用。火蛇会分上面那几个假名吗？我想看觅，头一个是啥？头一个是哇，敢是？头一个是哇，第二个我毋知。我日本话真正是退无甲，根本完全袂晓啊。第三个是虎呢，敢是虎？敢是？小等，敢会摕韩国话来甲我考？哇！怎样通讲？无啥会晓看个写。袂啦，就是无啊，就真正是谦虚，就是我，反正我感觉讲，看你老话时阵，就感觉就是做正确的台文安尼。袂晓。
阿峰迄抓我直接挖脱障碍，真看无。头两个我都分袂出来啊，头两个，一个是啥？一个是敢是？一个是一个是啥？字哦。回顶看起来拢是笑面对无？阿峰迄撮头三个看起来拢是足古锥的笑面，而且因的迄个啥？迄个角度阁无共款。哦，字是起盘韩国话无友善，字是无声有。好，火鸡汤来学日语好，你要甲我教无？啊，毋过我无物件会使教你呢。有机会会使。OK， 笑面是国际语言无问题。我会记得迄个 Arabic， 就是阿拉伯语，有一个字母是笑面，嘛是足古锥的。有的人会伫迄个网络号名的时阵，会摕迄当做笑面有。起盘韩国话无友善，毋过有我之前有安装迄个韩国话起盘，迄阵是为着迄个我迄阵甲有请有一个联动嘛，是咧做迄个台语原文的，台语原文迄阵就是为着会使互我家己拍迄个原文出来，我有斗迄个韩国话起盘哦。啊，毋过我干那会晓迄个台语原文，我无会晓韩国话的。无物件通教，不要紧哦，所以安尼我就免费趁到这个日语课，感谢。伊利，我会记得伊利有生，我敢会使叫你伊利，因为迄个声调甲你甲伊利无共款，我毋知你敢会怪怪还是安怎？你会使甲我讲者啊？我知影你有生迄个 PTCG。啊，就是我其实有咧耍 Magic， 我有耍迄个魔法牌 MTG Magic the Gathering。哦，啊，毋知你敢有耍过？我其实一直拢足想要做一个气话，就是我足想要用台湾话教别人耍 Magic the Gathering。所以我想讲，若是有机会吼，这我会使教，我会使。若阵你原底袂晓啊，或者你会晓，我毋知。就是哦。你知好，你已经会晓耍啊！吼，安尼我真正无物件通教你。六弟讲火蛇什么时候带你玩游戏？你敢会晓耍魔法风云会？六弟，你若是袂晓耍魔法风云会，我会使找一个机会用台湾话教你耍哦。安尼敢好？猫蛋蛋也是国际语言，我知，迄读做 Omega 对无？迄是 Omega 嘛？希腊字母对无？哦，伊你手头有一两组，啊，你迄两组是啥物款的？迄个，就是因为伊有无共款的制度嘛，有迄个啥物标准啊，还是应该有标准啊？啊，有迄个或者做这种就对。哦，我毋知影你，是体验过尔。好，安尼咱有机会使看敢要来用台湾话教你算看卖。六弟要用台湾话教我耍迄个 Valorant， 敢是安尼读我也袂晓。毋过我迄个枪战呢，就是开枪的迄种 game， 我拢有做袂晓的。毋过会使，有机会当然会使。阿辉甲coffee店店试掉，头家敢会毋甘 A 哦？因为我真好用，所以伊是真毋甘。啊，就是我原底是想讲，我10月中的时阵都无想要做，毋过伊直伫遐哀啦，一直伫遐哀讲看敢会使甲10月做了。我想讲好啦，无得做了。嘿，奶超好用拼第一有影吼，摕免钱的标准牌组哦，了解。就是我知影，一般伫迄个耍 Magic 的店，因拢会有迄个耍免钱，互你体验者的迄种牌组。
哦，我想着足久以前的代志，就是我头摆耍 Magic 的时阵，我嘛是去店内底，就是互迄个，反正就是甲店员讲我想要耍，伊就甲我讲有即个免费，互你体验者。哦，我落尾才知，就是毋知有咧关心即个 TCG 的人，反正会听过一个人，叫做厨爹，伊若像落尾就是有算炉石有算较济，啊，毋过伊原底嘛是，就是嘛算是足资深的，就是因为毕竟咱 Magic 是一个较老的 game， 哦，即包有较贵，就是 Magic 是一个较老的 game 啊，伊原底有算 Magic the Gathering。啊！我落尾才知影，我迄阵去的迄间店是，迄间店是伊的店。哦，啊，迄阵甲我教的人都是厨爹，伊本人。所以就是心息啊，毋是谦虚啦，袂晓得老实讲，袂当假教啊，有影，就是有足侪人拢是迄个拢无学，啊，就感觉讲家己做教，吼，即种的咱袂使安尼，嘿。哦，大家知影，原底嘛是电动选手，我毋知伊敢是选手，啊，毋过伊捌做过迄个赛评，进前迄个炉石赛评有捌互伊，就是有捌找伊，嘿，啊，伊家己嘛会开台耍一寡其他的 game 啊，就是迄阵迄种啥暴雪英霸，敢是暴雪英霸，就是一个 MOBA 的 game， 啊，迄阵伊嘛有咧耍，就是迄个 game 打出的时阵伊有咧耍。厨爹伫黑羽的频道捌看过，哦，因为伫我对啊，就是伫我印象当中，伊嘛算是大咖的哦，就是敢若讲甲迄个啥，可能甲嘿，或者就是足有名的对，嘿，欠卡会，他有，我敢有，我就是无想要做，我就老实讲啊。爱啊火只好对天爱，嘿啊，无多就是我就是来找好用哦啊，无啊，就是其实我感觉，因为阮迄间咖啡店的，就是因咧教物件是做有系统的。啊，就是你要学迄个，你逐项迄个工课内容的时阵，因甚至是有课本啊，啊有一寡迄个，或者就是教学的资源，佮有影片哦，因佮有教学影片通好看哦，所以要学甲迄个，就是讲你若是用心学，你是要学甲你的做工课的能力，要袂歹，应该毋是足困难的代志。啊，就是我一开始咧学的时阵嘛，算是足认真的，所以我工课能力，互人感觉好用嘛是无啥物奇怪的代志安尼。试过，我也是感觉到，我伫迄间咖啡店真正是有学到一寡物件啦，就是比如讲后摆我想要开店的时阵，爱安怎讲教即种代志。虽然我应该是无钱通开店，哦，即包有较贵哦，400块。好养价无，是大家毋敢嫌啦。我来继续听，我听到毋知听到9点哦，安尼啦。佢哋就是真认真继续来听白包。讲到迄厨爹，落尾就是我一开始毋知影迄是厨爹，应该是讲我一开始毋捌即个人。哦啊！我落尾才发现，哦靠腰，伊那像足有名诶！发现讲靠腰伊足有名了后，我搁去迄间店，啊搁有拄着伊，啊我就甲伊讨一个签名安尼。这间 Pokemon 有够成，应该是有参考。嘿，啊毋过伊诶名无共款，叫做 Tetramon。哦，因为伊若是真正用 Pokemon， 应该是伊诶风格。想要参考 Pokemon， 就是因为迄个。Pokemon 哪像即马是世间上，就是一顶一的即个 TCG game 嘛。即马上大的就是安怎讲，上食市的3种 TCG， 应该就是 Magic， 啊，搁有迄个 Yu-Gi-Oh， 哦，啊，搁有迄个 Pokemon， 即3间，应该是安尼。任天堂法务部。
因为迄阵有一个好像啥物拍路的 Power World，迄阵嘛是一开始任天堂嘛无对伊安怎，毋过听讲最近有做一寡行动嘛。我即摆有淡薄烦恼，即个 game 敢会拄着相像的即个问题，伊家己加油伊家己想办法，这我无法度，我敢若负责算哦。Pokemon 即个翻译有够水的对无？伫迄个爱台语迄个网站，就是我都有看到有人安尼翻，人讲这不应该是金二乔万这个叫做啥？就是包括伊的声音、伊的意义拢翻到有够水好，过来啉一喙干。Magic 牌面的图真水有影，而且因就是贵，就是咱算即种牌算的时阵啊，有诶，就是同一张牌咱有时就是会有无共款的，无共版本的图嘛。我开一下我的牌册来看，就像即种，像讲伊等下。像讲伊可能就是无轻的，也是讲有些是图的版本无共，比如讲，即种的有够酷。Magic 伫即方面嘛是做甲真用心，就是 Magic 伊的迄个图，有时会找无共款的艺术家来画。比如讲，进前伊就出一个系列是找迄个伊藤润二。就是迄个恐怖漫画的即个算是大师就找伊来画迄个牌的图，迄真正是有够厉害的，嘿啊，即种代志就真趣味。最近一直算最近咧算 Kuso Game 应该要来改掉。你是算啥物款的？我即种的呢，就是开一间虚拟的店，就是开一间虚拟卡牌店，逐工咧拆迄个牌包，赚迄个虚拟的钱，这个意思呢？Kuso Game 好耍啊！依你讲前几阵有看人分析，即马上时行个上趁的。你是讲牌你是讲开倒一种牌包上趁，还是安那？是倒一个 game？你是讲倒一个 TCG 上时行个上趁哦？我毋知，我敢若会使用伊个 Ragnarok。Online， 那像有听过？敢是战神？就是迄个 Kratos 迄个 game， 敢是？也是我舞毋对去？我真正毋知。我对较知名的迄个一寡大型的 game， 毋是讲遐熟悉。OK， 上时行的牌啊！我知影你是较专门咧研究 Pokemon 的嘛？因为你有开台，就是会甲大家分享。原来是仙境传说。迄我无算过，迄个风之谷我嘛毋捌算过。我算是迄个。甲大家迄个当年较无共款哦，对足侪人来讲，迄是迄个当年的记忆。毋过因为我细汉时厝内就是有较严格限制我会使耍电脑的时阵，所以真侪迄个足有名迄个较袂当讲古早，就是有小可有一寡历史的迄个 online game 我是毋捌耍过，毋捌耍过。20多年前，捌买过真侪包 Magic， 互迄时的查某朋友。查某朋友意思是，就是普通朋友还是女朋友的意思？讲查某朋友应该是一般朋友对吧？
伊敢有算？因为是女朋友哦。因为像讲，阮女朋友的对即种牌算较无兴趣，所以我捌招伊体验看卖啦。啊，毋过就是伊较无爱算即种 game， 所以落尾伊就无继续算。啊，我即马是无钱无时间，所以嘛无咧算啦。敢会使算即个虚假的。算起来袂输拍庆个，是哦，伊是内底有物件爱用抽的哦，还是安那？古早我无即个意思，我无即个意思，歹势大家。讲到这查某朋友甲女朋友，我就想到就是伫无共语言内底，就是咱想要来表达即两种会无共的时阵，咱会用无共款的词，比如讲中文就是讲女朋友还是女性朋友，这两个都无共款啊。我真正捌学到，我毋知影即马敢要有人安尼用，就是讲英语内底迄个女朋友号做 girlfriend 啊。我真正听到，我毋知影敢有影，就是讲迄个女性朋友号做 friend girl， 我毋知影真诶啊假的，大家若是知影会使甲我分享。哇，全是跋筊。原来是安尼，所以迄种 game 是伫以早原底就是即种形式哦，还是 remake 了后才变安尼？这我较无了解，大家甲我看教者。Onna friend， 敢有安尼讲？我毋知，因为我袂晓日本话，我真正毋知。girl pal or just friend， 对啊，其实直接讲 friend 就好啊。应该其实毋免安尼，有影。咱大家对即个性别的迄个，对性别的即个要安怎讲？无共时代，大家对即个性别的即寡想法是足无共的。我是讲，咱即马较多元，就是。无一定讲你的朋友是，这就是一个大家定咧讨论的问题哦。就是讲这个性别到底敢会影响到咱的友情哦？比如讲迄个男女之间敢有这个纯友谊这站代志哦？咱凡说会使来讨论一下。我别讲诶 ，OK。伊你想到啥物？想到一个啥物？这意思是讲，感觉男女之间应该是会有纯友谊。是话规气开粒投票。哈？敢有友情这个物？你是讲男女之间，还是人类之间？来，互大家投票啊！来，请转票。先互恁转票，转了我才来分享我家己的想法。投票伤感情，哪会？这也无记名，这无写名的，太有要紧。有时咱若是甲迄个多数人的想法无共嘛，毋是啥物歹代志啊。想无我家己是安尼想啦。真趣味的代志，迄阵甲日本朋友用来咧开讲的时阵，伊就拍毋知影敢安尼读，Otoko Tomodachi，敢是安尼读？意思是讲一个以上的男性朋友。
头脑内底就想讲男朋友竟然有一个以上，哎，毋是啊，因迄个号做啥？因应该是讲卡列士对无？因若是要讲咱所讲的男朋友，应该是讲卡列士。啊，毋过我知影就是有时迄个会受汉字影响的，受汉字影响的会想为迄个男朋友去。啊，毋过咱即马即个时代，遮尔啊多元，遮尔啊进步，若准真正有一个以上的男朋友，应该嘛是人的自由啦。讲台湾话嘛会伤民族感情呢，啊，讲中国话就袂呢。我敢会想过迄个。啊，互相嘛，互相，侥幸，大概拢拍到一半就送出去，不要紧，有时就是安尼，有时就是迄个你毋知迄个 enter 啥物时阵会真正送出去，啊是事上的代志。啊，讲中国话就袂伤害民族感情，你要确定哦。好，我应该通好甲这个投票先关起来，大家应该拢想要投的拢有投啊。哦，啊，毋过我这跳到一半，我得迄个一夫一妻不就是要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吗？你若无犯法就袂要紧，啊，若犯法就家己想办法安尼。好。男女之间敢有纯友谊？系啊。哦 ，OK。头拄阿姐有讲就是有，啊，毋过结婚了后就是爱避嫌，就是爱避嫌。有影。就是毋管我是感觉讲，毋管家己敢，毋管敢有相信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就是。毋管安怎，就算还未结婚吼，应该爱避嫌的，要是爱人。啊，这敢是讲一夫一妻？这敢是讲一夫一妻要有一个老公一个老婆，不认同但是尊重。毋管你敢有认同，迄个你上无爱遵守咱的法律吼，所以阿选你爱细字哦。OK， 我透过托莫他自家卡列士的差别，了解，安尼甲我想的共款。是 N， 哦，莫想者好 ，OK， N T 是啥物 ？N T， 好，我感觉我台湾话嘛开始退步。哦。你是讲台语上民族感情即阵代志？我感觉咱阿峰应该是讲生笑的。当然，对有的人来讲，伊就是听着你讲台语，伊会做倒弹啊，迄都是另外一阵代志，迄是伊无礼貌，还是伊无知识，迄是另外一阵代志。讲到倒位去？讲到迄个啦，男女之间敢有纯友谊？我家己是感觉有。当然嘛有，吼，啊，毋过就是我感觉讲，若是讲，你若是讲无，安尼你的意思就变做是讲，我想看觅，你若是主张讲男女之间无可能有纯友谊，你的意思就是讲，毋管是啥物款的迄个异性，你拢有可能对伊有意思，还是你拢有可能对伊有一寡想法，就算伊是一个阿桑，还是伊是一个细汉囡仔，你拢无可能对伊无其他的想法。哇，若是安尼，就足危险啊！哦，对吧？上无我是安尼想啦，互大家参考。台湾话迄代志是有一位立委讲出嘴的，这我毋知，这我无研究啊，就是啊，毋过我知影最近若像迄个有一站代志是有人有立委，敢是立委，或者就是伫迄个
你就是伫一个组合要用客话，敢是一瞬袂记得用客话要讨论代志。啊，嘛是有翻译哦，就是讲有迄个翻译的迄个耳孔是挂起来就会使听到翻译。毋过就是互迄个，袂记得互啥，就是互迄个互人禁止，就是讲你若是讲中国话就好，有即件代志。我会记得最近有一个新闻是安尼，大家知影是啥就好，就是大家知影这是啥物款的代志就好。我就是，我应该嘛免甲恁讲啦，大家应该拢做有 sense。昆尼是念昆尼吗？就是霓虹的霓吗？昆尼初见安安，敢是初见？我会记得我对这个名有印象呢。可能伫 Twitter 还是伫其他所在捌看过。虽然我拢讲台语可能开讲是有足侪人嘛是拍台文，毋过袂要紧哦。你若是有其他，就是其实我说明有写啦，就是用那个然后反正就是台语、中文、英文都可以，请自由自在，谢谢大家。客家委员会吼 KMT 客委会被国民党立委提的事件。我有点忘记那个详细的是谁了，但是反正我觉得很扯就对了。但是你迄个组合是有翻译，翻译是你挂一个耳机就会使，你连挂一个耳机拢无爱，你就安尼就禁止人讲，奇怪，这样敢毋是2024年？对啊。就不是说你让他讲客语你会听不懂啊，而且这样不是比较有趣吗？你不觉得一个空间里面有多于一个以上的语言这件事情本身很有趣吗？到底是安怎会想要禁止？我就真正是跟我讲莫名其妙。讲好多话，我要喝一下水。虽然是讲啉水，毋过是咧啉饮料，安尼敢会愈啉愈喙干，哪像会？已经开始有迄个感觉啊。毋过，伫我的理念内底，迄个饮料内底嘛是有水的，所以啉饮料就是咧啉水。多谢大家。甜呐、甜的才爽啊！真侪人无觉醒啊，不要紧啊，拢莫觉醒啊。客家话做得嘛，就是讲我敢会晓讲客话哦，无啥会晓，毋过我尽量好无？我读大学的时阵嘛是捌上过一学期的客话课吼。毋过做无够诶，毋过会使试看卖啊。若是有 VTuber 会晓讲客话，我其实是足想要找一个机会来交流一下呢。毋过我哪像无看到有人讲家己会晓诶。若是有机会会使斗牵成一下，斗甲我推荐，若是斗介绍一下。甜粉的风足喙焦，毋过会互我心情好。安尼无够喙焦，请加食 ice cream。我知食 ice cream 会喙焦，是安怎会喙焦？因为我的迄个另外一个频道，你敢知影内底有一集咧解说的？大家会使去参考看卖哦。我会记得阿峰小可会晓客话对无？毋过我若无记毋着，你哪像捌讲过你毋是客人？我若无记毋着啦，我若记毋着，就请体谅；无都体谅，就请
原谅，若袂当原谅，就尽量。就该讲一寡无聊的物件。基本上逐集拢有看，多谢阿这个捧场，多谢多谢。我家己嘛是哦，我家己做的影片，我嘛是逐集拢有看哦。废话，我想看卖。我最近为着想要，互我心情较轻松哦，啊想要补充一寡台湾话，即个就想要浸耳啊啦。我就想讲，我去找一寡较古早的物件来看好啊。啊，我即摆就是大概逐工，若有会记，吼，我若是有会记，我就看一集的即个《铁狮玉玲珑》，啊，就发现讲，一寡用讲耍笑的方式，伫现代若像已经无够好笑，啊，毋过就是会有一寡要是会互我感觉深色，啊，了有趣味的物件。就比如讲，我无啊，就是我感觉都是大部分的物件，你若是硬要斗句，啊，讲一寡可能黑白讲，啊，毋过有斗句，我家己就会感觉有小可深色。可能我的标准较低。黑花崖糖毋xuất，感谢你读。崖唔會講，崖唔會講黑啊！崖好，我袂曉，真正無度。你哦，比起客話，你較想要耍是啥物意思？耍是啥物意思？你要摕人語言來耍？你想要耍？这字单我袂晓读啊好，较就要耍粤语，迄么那就嘛介困难，迄好像是声调嘛足济对无？我记你的声调是比台湾话佫较济吼。哦，OK， 语，感谢阿峰补充，感谢阿峰教我台语，听起来足靠背，我毋是迄个意思。毋知凊彩学会使，就是要安怎讲？心识上要紧哦，啊，就是咱学语言，逐个人迄个方式甲惯势的速度无共款，啊，就是拣一个家己上轻松、上介意的就好。上无我是安尼感觉啦，就是你若硬要学啊，学甲家己无兴趣，安尼颠倒就是无效果嘛。应该啦，应该是安尼。这句是阿杰拍这句是爱用倒一种语言读？我拢读看卖，糖毋食，草莓啊食几度？敢毋是？敢是台湾话？台语吼，我叫是你要教我讲学法，我想讲我大家拢啥物拢会晓，太安尼。啥物意思？这是糖毋食，草莓啊食几度？哇，这我袂晓，我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好，我应该是爱啉一下水，伤甜啊！我讲我哦，找着，我有水。哦，头前三字是客话糖毋是哦。这是啥物？是安怎会有即个？是安怎会有即个俗语话是头前是甲客话有关的？这是毋知影啥物时阵用的这个俗语话，哪像做深色的？含阿慧老实讲，你学客话是为了要含人相骂啊？哇！我知影学语言迄个动机百种，啊，毋过原来佫有即种，原来佫有你即种，无啦，应该嘛是有啦，就是
你若是介意无迄个共同的语言，你要甲伊相骂就无法度。还是你是雕工要用一个伊袂晓的语言甲伊相骂，安尼嘛是有可能。半口说，哦，半口说人语言共音，所以是咧口说客人哦，还是安怎？哦，你讲对方是大中华客人，OK， 所以反正伊已经袂晓客话啊的意思。哦，我知影你意思，你是讲你若用台湾话讲骂时阵，伊就可能会甲你讲你想要用台湾话，你是啥物意思？啊，毋过你若是用客话甲伊骂，伊就真正摕你无法度。敢是安尼？哦，你嘛是想甲足清楚哦。袂歹，要骂人的时阵，就是袂当输，就是爱准备足好势。我想看卖，佫有啥物会使甲大家分享，也是报告的。甲伊逼开，你互乌掉，所以你是伫网络讲烧骂哦，还是伫倒位互乌掉？啥意思？互 block 哦，还是互世界宣传讲你偌歹安尼？算是讲生笑的讲法，了解，就是讲生笑啊，小可口水安尼。安尼对我来讲，确实是有影是有心色。哦，你伫面册讲笑骂 ，OK， 无怪，我即摆已经做频段伫面册讲笑骂，因为我感觉，我有拍一个影片伫讲即件代志嘛，就是讲。我感觉讲烧骂其实小可足忝的，就是人嘛教袂晓，我就想讲煞去。啊，毋过若是烧骂即个过程会使互你感觉足爽，还是足快乐，你嘛是会使去讲骂，勿要紧。哦，咱就是爽得好。飞碟阿慧即摆计划，较袂当讲计划，我的规划就是想讲，我回dit，我就是做到即个月吼，啊，我咖啡厅应该就袂继续做啊。安尼我应该就是下骹挖靠即个加影片，即站代志，即个工课来讨谈吼啊。应该是时间就会较自由，较有法度舞即个 VTuber 即边，就是较有法度开台啊，还是甲无共款的人合作，做一寡趣味的联动，还是趣味的节目。反正我家己做期待啦，啊，恁敢有期待？我毋知，因为我那像嘛无讲啥吼。有影无？你看到伊就甲伊请安按做网这敢是网友四贴模，敢是安尼？就是讲迄个啥，意思是讲迄个熬早食饱袂对无？我客话要是会晓一出啦，一出啦，真正一出啦。普通期待，好，多谢你有普通期待，毋是讲真正完全无期待，多谢。安尼我已经充分感受到你的支持啊！哦，毋是食饱哦，是讲有食袂，毋是讲食饱。好，阿姐晚安，多谢你挂台，多谢，嘿，来去困啊！我知影，我即摆有记条，你就是大概迄个半暝3点的时阵爱上班，我知，嘿。啊，身体保重吼，啊，健康上要紧吼，所以请紧去困哦，毋是湿，毋是湿，毋是油湿毛，是讲还袂死哦。哇，安尼恁是真熟呢，安尼恁是真熟悉吼。哇，就是阿叔真期待吼，我家己嘛足期待吼，就是我。
我想要尽量拼伫迄个，我无想要等到11月，我想要看10月，我若是有闲，我就想要做一寡节目啊。啊，毋过歹按算，若是真正迄个工课，若是工课较做袂了，我就要是可能要拖到11月哦，所以就歹势大家，互恁等待，互恁苦苦来等待。哇，安尼你伫网络顶悬会使有一个不时来相骂，还是不时来相借问的好朋友，那像嘛是真温暖吼。哦，你逐工共关心，讲哪会还袂死？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就是咧关心伊敢还活的呢。哇，安尼你真正是对人足关心的，对无？应该嘛是会使安尼解读对吧？上无我家己后壁讲是安尼讲啦。奇怪，我哪会拢无？我已经无咧算讲我拆几包啊？毋知影是安怎拢无抽到迄种夭寿贵的，就是迄个 ghost， 迄种迄个图是乌白的。腰无抽到，啊！伊看袂惯势，真正生气。念你敢会晓一句哦？啊伊咧，伊是会晓几句？啊你换口味是换啥物？换啥物口味？土豆、蚵仔，还是啥物？还是换一个鸡骨力？敢是无共意思？看起来意思要共，而且换即字客话安怎读，我真正袂晓。敢是讲人还袂倒伫遐死，所以意思应该是共吼，就换口味啊，毋过共款的关心，共款的温暖。哦，金死死。毋对啊！恁一开始是安怎要开始相骂？恁是有结冤仇呢？哦，原来是问伊敢死路棒啊！哦，安尼无共款哦，死路棒就是甲一般的死程度那像是有无共吼。哇，真正是对伊足关心的。是安怎一开始会结冤仇？哦，金死死，啊，毋过无介贵。毋知影大家咧耍牌啊耍的时阵，敢有介意即种金死死的牌啊？我家己嘛是感觉金死死的牌啊是有较水，啊，毋过伫有的比如讲 Magic 内底金死死的牌啊，较会弯翘起，因为一寡物理的关系。伊较会弯翘吼，啊较无耐操哦，所以有的人是较无介意金死死牌啊。OK， 大中华客人，所以就是会冤罪哦，冤罪。不一定啊，你若是改变伊的想法，反射伊就会变做大客加客人啊。好啦，毋过我知影，就是有一寡想法是无遐尔轻松，无遐尔简单，就会当改变的。这我嘛是会当，嘛像是总有体会，我知。汉纸较会翘，朱聪足久无看诶，因为我足久无伫遮开台，哈哈。汉纸你是耍倒一个 game？汉纸是对，汉纸是Pokemon 还是 Yu-Gi-Oh？ 因为我知影 Yu-Gi-Oh 有韩国版嘛。伊的世界宣传单位毋是台湾话，
是是闽南语台湾客话，才是台湾话啊？敢真正有客人会安尼讲？因为我知影有诶，就是比如讲我捌听过，我一个客人朋友有分享讲，因兜顶一end就是较老一辈诶客人，因袂讲家己是台湾人，因会讲，就是因若是讲你是台湾人，意思是讲你是荷兰人诶意思。我听到的是安尼，啊我毋知影实际上到底是安怎，所以就我听到的是讲客人，就是真正会讲客话的客人，毋是网络客人吼，就是毋是免书换证客人，我是讲正港听讲正港的客人是嘛袂想要爱家己的语言去仿互做台湾话，毋知影实际上到底是安怎。幼记哦 ，OK， 了解。幼记哦，所以幼记哦的汉纸较会敲是讲汉纸的即个金丝氏的牌哦，还是安那，也是就是无金丝氏嘛是会敲，因为我较无算幼记哦，我敢算 Magic 啊 ，Magic 就是伊只要是迄个啥，伊只要是金丝氏的，伊就是会敲。伊就是足巧的，迄是伊的迄个湿度的关系，水分的关系。哦，汉纸是拢会哦，安尼哦，因为我知影即个牌仔算的牌仔，若是巧会有一种问题，就是你一副牌内底，你若是干那有一张，还是两张是巧的，迄反射伫比赛的时阵会互判做你是做记号，所以会产生你实际上要算的时阵会有问题。啊，毋过我知影有一个足好野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真简单，就是规副拢用死的，整副都是闪卡，全部都是弯的，那就没关系啊。我想起来啊 ，MTG 的迄个闪卡有时啊真正敲到足严重，会互讲笑亏讲啥，讲好做品客，讲迄叫做品客洋芋片，结果刚刚真正有喝起来。哦，贴膜比较不会弯哦。无啊，较袂翘，原来是安尼。你是讲哦，敢是讲无啊翕面较袂翘？哦啊，我想起来，对，因为伊上无 MTG 的应该是安尼，就是伊迄个无翕面那像就是你会使家己理解做内底是有一寡金属的物件，啊，有金属的物件，甲单纯的纸，伊迄个烧碰冷缩的迄个程度就无共款，所以就变做你。迄个伫无共湿度啊，无共温度的时阵，两边的迄个哦，70块，两边的迄个大小无共。反正嘛有中国版，我会记你有记哦，之前有捌出迄个中文版的啊，还是繁体中文版，啊，毋过迄落尾就无出。就出一时啊，就无啊，是安怎？因为迄看起来甲迄个甲盗版的有够像，就是繁体中文正版看起来就变得像盗版，没有人要买，有够好笑，这真正有够好笑。喂，Nintendo 敲什么意思？伊哩拢用吸水机来用较大，有听过迄个对啊，那像咧保存迄个会死的迄个金丝氏的牌仔的时阵，拢会做一寡除水的即个处理吼。我会记得有即件代志，迄个大家拢来保守家己迄个珍贵的牌仔。啥物合作会使做金纸烧？啥物意思？你是要烧啥？对不对？近景五繁中，我也记得有，那时候应该是超量刚出，然后有一张是什么？火山恐龙吗？好像火山恐龙的狱卒吗？我哪会晓阁会记？因为迄阵我是国中的时阵的代志，有够久咯。国中还是高中，袂记得。哇，安尼伤害民族感情，你是讲繁体版会伤害民族感情吗？敢有遐严重？
宝箱怪好可爱，谢谢你，多谢。敢是初见？应该毋是，我真正要是人的时阵，我知影你有来。你好，欢迎欢迎。足久无见呢，足久无见。虽然我嘛足久无咧开台。阿辉，敢会使甲你介绍啥物是火山孝子？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哪像啥呢？毋过我无研究呢。我知影，我会小可听过即个事，是因为迄个啊，咱迄个咧follow VTuber 的人有一间号做 Hololive 嘛，讲啥物火山孝子，为遮来的，就是为遮知影有火山孝子即个火山孝子即个，这叫做啥？即个词。毋过我无研究，我无法度甲你介绍，你会使甲你去 Google 一下。我足惊我介绍毋对去，安尼无好啦。木口公司是啥？木口。好咯 ，OK。哦，这爱思考者。阿辉敢有想要爱这孝子？伊敢会互我钱？伊有偌友好，这足重要诶。伊若是照三顿互我钱安尼，我会使考虑。毋过伊毋过伊若是人家讨要爱钱，我就无法度咯。你意思敢是问讲我想要爱有迄种做死忠的 fans， 就是讲可能会变做假期安尼，我无法度，我会惊哦，想着我会惊，想着我会惊，我毋敢啦，毋过我应该是袂啦。照三顿煮味噌汁、味噌汁卤。我无遐爱啉味噌汁卤呢。若是照三顿煮咖啡，我反正会考虑一下。以你讲即种字形的笑亏，那像其实有足济嘛。虽然即若是雄要想，我是想无。毋过其实我有影是有介意即种看无共，就是无共语言的笑亏，我是有介意。比如讲有一个我感觉足经典的，大家应该拢爱听，上无爱听一摆的，就是迄个做啥？阮兜有一只乌狗，或做史罗伊，还是安怎？因为乌毛史罗伊，我就足介意即种无共语言的笑亏，我兴趣味的。毋过雄要讲，我想无别的。咖啡嘛是豆仔汤，有影呢。咖啡甲味噌汁就是同一种物件吼，对无？咖啡是豆仔汤，有时咱的豆仔汤内底有加无共款的物件。你看汤内底加牛奶嘛，毋是啥物足怪奇的代志嘛。你看迄西洋人足侪拢是煮迄汤内底嘛加牛奶啊。所以咱咖啡加牛奶嘛无问题啊，对无？还有啥？煮汤会加啥物？加无共的菜色。肉桂粉嘛是一种，肉桂嘛是一种食物嘛，所以肉桂粉嘛是一种菜色对无？所以你食迄个咖啡加迄个肉桂，嘛是伫汤内底加菜色啊，足合理的吼。对，足合理的，无毋对。豆奶嘛是会使，有影呢，有影。互我想到我迄个，或者就是因为我即马迄个伫我咖啡厅内底，我已经是会使想要创啥就创，无啦，无遐含过。或者就是我会甲我的同事，应该敢袂当讲同事，伊其实是我的同事，毋过讲话的时阵就拿同事安尼袂做有迄个阶级的迄个
感觉啊，非得就是伊非得我有一个，好，我也是讲顶丝好，我有一个顶丝，伊就是会食泡面，啊，伊食泡面的时阵，伊会用迄个店内底的豆奶，啊，迄阵就是就是讲安尼做好食嘛，啊，迄阵因为阮迄个咖啡会有迄个latte 的迄个 latte art， 就是用迄个烧的牛奶画图安尼，啊，迄阵我就会甲伊问讲，你伫你的迄个泡面内底加豆奶，安尼敢会使画迄个 latte art？ 敢会使画伫顶面？敢有法度拉花？伊讲无法度，伊捌试过，我就想讲，哇，你哪会阁有试过？现在想着要试这，虽然是我先甲伊问的啦，啊，毋过伊就是讲伊真正捌试过，啊，无法度，那像是因为迄个泡面会较有迄个油，啊，会互伊无法度画，啊，我毋知真诶啊假，啊，或者就是伊是安尼讲，啊，我嘛毋敢叫伊现场表演，所以就安尼，豆仔汁拢会使加 croissant， 无毋对，所以伫迄个咖啡厅点 croissant 嘛是事上诶代志诶。真澎湃，你是讲泡面做澎湃，还是加豆奶做澎湃？因为阮咖啡厅是有其他诶迄个三多一起啊，是有啊嘛有鸡卵糕，啊毋过就是因为伊做足久啊，对因来讲，迄食甲足鲜啊。所以因就是较袂想要逐工拢食店内底，拢食迄个店内底的物件。而且阮遐其实边仔无啥物物件，边仔是无其他的食物通好食的。啊，伊就足可怜，伊就家己买一大堆泡面，家己大泡。敢有寿司啊？无，哪有寿司？遐就真正四界拢无物件，阮迄间店真正是边仔啥物拢无。啊，你若要来，个爱开车来哦。就是伊四周围是无其他的，或者就是真正啥物拢无，迄真正是一个庄卡所在、草地所在，所以无舒适哦。我好像晓得，我会记得有人讲素食，因是讲素食啊对无？就是讲食了你会做素食，哪像安尼讲？拍远咖啡厅有影，真正是伫一个拍远的所在，真是，到底是安怎来开伫迄种所在？到底是安怎？啊，毋过有时啊，人客要是袂少，我就会足生气，我就会想讲，恁是无啥物其他代志通好做，就是专工来这个拍远的所在食咖啡是要创啥？啊，毋过气懵气啊，还是爱做。为着生活吼，为着大三顿，为着讨趁，要是爱艰苦爱吞落腹肚内。来看阿慧，真正有人客捌讲想要甲我翕相。啊！迄阵我就做个查甫的哦。啊！迄阵我就想讲，靠腰是啥物意思？伊是想要创啥？伊是无其他的朋友呢？啊！迄阵就是阮迄个店长住好伫边啊，啊！我就用我迄个可怜的眼神，就向伊喊救命。伊真正有来甲我救。伊就讲无方便哦，无方便互你翕相哦。啊，迄人客竟然佮讲啥物？伊敢甲我做迄个做投机的，他说很投缘。我想讲靠腰，我甲你讲话啊，无超过3句，你就敢讲做投机的，你是完全无其他的朋友呢？或者就是无啊，咱做这个。咱做这个服务业的，就是照三顿会拄着痟的，所以我嘛是惯势。请若停较久就甲逼，这毋是迄个古早笑亏，就是讲迄个你驶车的时阵头前啦，有一只狗冲出来免创啊，要一种音量啊甲逼安尼。哇，你嘛是笑亏专家。看阿慧受气，就是恁上大的快乐。
啊，我知啦，大家看 VTuber， 真侪人拢是安尼嘛，上介意看主播受气。哦，我了解，因为我嘛是，我看别人台时阵嘛是啊，看人受气啊，看人大声话啊，啥嘛是足好笑的。来看卖哦，佮有啥物经典的笑话？佮有迄个其实我原底想要甲一个足后的笑话留伫以后要开台的时阵才讲呢。我若即摆讲伤济，我后摆就无通讲啊。我想看卖，好，想无，就是迄个啊，笑着，就是迄个讲啥物3分熟的牛排。伫路林拄着5分熟的牛排，因啥无烧借问？因为因无介绍。金笋的故事敢是迄个有一个阿桑，伊伫湖边会带因孙去湖边，因孙就无细钱跋落去迄个湖内底。哎哟，迄湖内底就有一个女神就出来哦。这女神就甲即个阿桑问讲：哇，请问你落落去水中的笋是？阿桑还未伊话还未讲煞，阿桑就讲我的金笋。女神就讲：好，你讲白菜，因笋就安尼无去啊。我有够无聊，我想要讲这啦，救命！小贪对，女神就讲：你这小贪的啥物？你这小贪的人类，你的孙我都食去咯！哎呦，这是因孙的福气无？毋过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头下讲嘛，我最近就是差不多逐工，我若是下期我就看一集的即个《铁狮玉玲珑》啊，我实在是感觉即种节目的形式其实是真新鲜呢。若是有机会，我嘛想要找一个人来，就是换一个两个人黑白讲话的节目，黑白讲故事啊，黑白讲一寡足无聊的笑话。我是希望。凡世有一天会使来做看卖即种的节目，哪像真心适吼。有机会才讲吼，我后壁讲的。若真正有人有兴趣想要甲我合作，咱私底下才来讲。我想啊，敢有黄金有啊？你无看着我这边啊，拢是金条啊！我这拢是金的啊，无你叫是这啥？叫是这插头呢？是啥物？还是试通来试看卖好啊！有机会咱一定来试看卖，看会使。咱是要做到偌成？敢莫有一个人爱举吉他呢？佮爱弹迄个，可能佮爱发明一个咱家己的迄个，就是短的歌啊呢。无应该是袂使直接照搬吼，直接照搬应该是有迄个版权的问题吼，会使佮发明一个适合咱这组合的。这无多 VTuber 可能较无多，我再乱讲话去跳舞，这 VTuber 较做袂到。除非我有迄个 3D 的，我有迄个3D 的配，毋过小贵，而且敢会有人想要看一个箱啊，一卡箱啊跳舞。这敢会跨节，应该是袂跨节吼，所以莫想遐济。咱会使看卖迄个跳舞的部分，可能会使用别的方式来取代，可能会使。而且我感觉，若我来做，应该。有足侪所在会甲原底迄个铁狮玉玲珑会较无共，就是因为因通常因咧讲的故事是就是较经典的一寡民间故事，毋过对这我其实是较青分咱会使去想看卖，就是爱讲啥物款的故事，
若阵较好打，我是想讲会使讲一寡迄个 VTuber 界较有名的故事，也是一寡别个人发生的代志。啊，当然爱先甲问啦，袂使甲人得失着。啊，毋过若是会使摕这来做笑亏，可能也是介心色。哦，若种有机会啦。哦，袂歹哦，袂歹哦。乌白讲的着啉苦茶，袂歹。我知影，你讲的苦茶，就是迄个用豆仔去煮的，啊，苦芳芳、乌乌的迄种对无？就是迄个或者咖啡的苦茶，安尼我会使。安尼阿火落入乌爱安怎才好？我想看卖哦。你着讲，无我现在都会跋落去乌内底。我根本就袂去湖边啊！你是要专工甲我是阿峰爱专工甲我规人摸咧，甲我规只箱仔摸咧，啊甲我等入去湖内底，安尼嘛是有淡薄仔超过啦，应该是袂啦。而且我顶摆有啊，我顶摆有走去水底啊，就是迄个无人要看的迄个 shorts 啊，迄个黑暗的巴洛克迄条，我就是伫水底咧唱的啊。哦，我阁有开迄个光影，迄个效果。看起来有够水，我迄个画师阿母佮甲我讲，我是迄个伫迄个海底迄个宝藏箱安尼。乌白天定着爱讲得失，爱有检证，你爱确定呢？这是我甲人得失着，是我互处理掉，毋是你呢？安尼恁着无阿火啊！毋敢搬，敢会互加有影，然后喙尖尖，家己爱说一寡喙足内，喙足内是讲即个物理上吼，喙真正足内，啊嘎，即种感觉。无我看我的喙齿，然后看着我喙齿就是迄个咖啡食伤济，就会安尼，喙齿就有啥会夹着喙齿？迄敢怎个诶？啥物意思？要我夹看卖，你就知。你是嫌我诶喙齿伤薄，无迄个。无迄个看起来就是伤薄呢，因为这模型是我家己用的，所以我的技术就安尼尔。哦，安尼无法度，大家歹势。阿火就安尼尔，阿火干那安尼啦，歹势。哦，超过100块，哇！其实我讲听这白包真正是有淡薄作神呢。我一个人家己点安尼听白包拢无甲大家开讲，我真正会感觉做无聊作神的哦。这个 game 上痛苦的一部分就是这。最近阁有一个就是歹势咧拍的。有真正有上班的体验，真正有足有的，就是咧做一寡共款的代志，做一寡重复的代志，啊，就是也是爱做安尼。啊，最近阁有另外一个新的嘛，是即种 simulator 的即种 game 啊，就是迄个，那就是阿德 simulator，就是做迄个素食店的。啊，而且迄上重要，迄是一人同齐耍诶，迄是一人同齐耍，安尼感觉袂歹哦，会使玩家哦，即种诶才有好耍，会使讲骂哦，会使讲错哦。无毋对，下班了耍 game 上班赞，有够赞。啊，佮较好笑诶是，我平常时伫咖啡厅，就是爱伫遐找钱，爱伫遐收钱找钱。啊！我算即个 game 一开始无请人的时阵嘛是共款，我嘛是爱徛伫遐找钱。看，迄伫迄，我小等互恁看。
来，咱就是伫遮找钱收钱。啊，即、个画面甲我平常时上班徛伫柜台迄个画面完全共款。迄个找钱的时阵，搁较共款，位置嘛共款，共款是即个位，共款是伫这下骹咧拄啊，毋是找钱找钱，嘛是爱找啦，就是做有上班的感觉，所以我若是伤久无上班做少年的时阵，我会使拍开即个 game 来耍有影。迄电玩反正是阿慧，毋是，我比伊搁较敖，我找钱比伊搁较紧吼。有赌博要素的才好啊！你说拆卡包吗？可是好累哦。我可以别种赌博吗？比如说，没有，比如说我想不到。我无咧博缴啦，所以赌博我还好。对啊，咱是讲找钱，我知影。阿峰爱讲笑亏，阿峰真爱讲笑亏，刁工诶。敢是读做 Raphael？ 我知影最近伫 Shorts 下骹有看到你留诶，感谢你诶支持。欢迎你来看我黑白开讲。空宇，你好，欢迎您大驾光临，我是您的粉丝。空宇。台语怎么念？空文音文音是安怎读？我可能要查一下。好，我来查一下，因为我袂使念唔对去。嘛无我的我想看卖啊。我现书店的时阵，空。小蛋，空，怎样？好烂，台语好烂。空雾，你好，空雾你好，欢迎。你看我的观众朋友其实才是会晓台语文的人，我毋是。真的，我的观众都比较厉害。你好，欢迎你来，我还在震惊中，等我一下。烤送，你说刮刮乐吗？对，你会念你的台语名字，谢谢各位观众的补充。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也比希望后摆有机会就是。我袂使安尼，对大家人拢讲，希望后摆会有机会当合作，安尼敢会互人做有压力，迄啲就是安尼。反过来就是悟空真正会互拍，莫别讲，雄做替塞玉玲珑的感觉啊，就是叫人莫黑白讲的迄个感觉。朱聪去跳舞，讲到倒位去？朱聪，你有咧耍烤爽哦？敢是讲烤爽？敢真正是安尼讲？刮刮乐嘛？迄是合法的吼，对，迄是合法的。毋过我嘛是因为我运气无遐好，所以对我来讲，我耍迄我拢是咧了钱，我就无咧耍。其实我感觉即摆咧听这白仔包嘛是咧了钱，毋过就是因为我要弄那个经验值，所以无法度。好累哦！一张300块你买袂落啊？即摆拢遐贵呢？我会记你上俗的敢毋是100还是50？即摆拢300哦。安尼是真正足贵的呢。烤爽无好钓，我知真正无好钓，因为伊就是设计要趁钱啊。所以照你来讲，你若是去算迄个期望值，如果算期望值，你一定是了钱的。Nintendo 了解什么意思？为什么什么都要任天堂？什么意思？我可以做一个 script 帮我开，问题是我不会，我没有那么厉害。
哦，你是说荧幕精灵吗？荧幕精灵好像也是可以啊。那我就真的就是在那边负责聊天，然后就是荧幕精灵会帮我拆卡包，其实也可以耶，好像也可以。可是我没有装我没有装过，我好怕，也没有怕啦，我是怕麻烦，我就烂。不要紧，我唔知影这个 game 我会耍偌久。啊，毋过这个 game 就是伊不时就是会小更新一下，因为伊其实是一个要咧做的 game， 它做到一半，然后就随时会更新，然后更新我就会想来看一下，来验一下，看有啥物新的迄个。是哦 ，Steam 会抓哦 ，Steam 是有规定讲袂使哦，还有这种代志啊？可是，无那是一个人的 game， 哦，爱看伊的迄个优啦，我拢无看，大家应该拢是无看，就直接试迄个同意嘛，同意啊，倒一届无同意，大家应该拢安尼，安尼爱研究者。因为我看这个 game 应该有足侪人想要用 script 来开吼，真正是太浓了，太浓了。耍 RO 耍甲手刺甲袂春秋，是哦，伊嘛是爱一直点的。我阁有买迄个呢，我阁有买迄个，就是人体工学滑鼠。伊是形体甲一般的骨刺较无共款的迄种，就是应该当算是直的。我的手是，毋是像讲咱一般咧摕迄个骨刺的时阵是掠环的嘛，就是你的手底是为你的下面，就是向你的下面。啊，毋过我买即种就是。伊互我的手底，我用正手，伊互我的手底是向我的倒边，安尼哪像是有卡舒适，啊，毋过腰是开甲足忝的，又比较舒爽。我已经用这用可能有超过一档两档可能有哦，所以我即摆已经想袂起来，就是其他歹用的骨刺是啥物款的感觉啊？有点忘记了，但无通对焦，没办法比较吼。哎，有够忝的，忝白包。我想要穿甲，我想要看敢会当忝甲30级。啊，毋过恁看无吼？因为我即摆画面无互恁看到我的顶级，我见我稍等互恁看。加油啊，阿辉！加油！你一定做会到。敢是阮兜猫仔咧飞？哦，毋是，是厝边隔壁咧分乐器。我看敢袂当互恁看。有伫遮，足细粒的。现在29集，我想要冲到30集，然后我们就可以下播休息了，好不好？搁拼一个。稍等哦，我的老话伫倒位？啊，有。阿辉敢有摸过鸟鼠？你是讲对种鸟鼠？你是讲迄个做动物伴的宠物鼠，还是世界偌少的失宠的鼠？你是讲倒一种？毋过其实拢无诶，两种我拢无摸过。宠物鼠，我哪像对啊，我真正毋捌摸过，就是阮奇怪，我的朋友拢是网友啊，所以我伫现实生活是一个无朋友的人，靠腰。Oh shit！回滴到遮呢，所以因为就是我是有网友有饲迄个宠物鼠啊，毋过因为是网友啊，袂见面，所以无可能摸到伊的厝。亲像箍仔裤上迄种，我袂使我袂共摸吼，
老鼠，老鼠。哇！你个黑白讲的，而且伊人伫遮，你爱确定？你爱确定哦，阿峰。啊是阿峰，你规气出道好啊！我感觉吼，咱这个时代要做 VTuber， 还是要穿吼，会晓黑白讲话，而且有这个敢去讲得失，是一个真重要的才能。你已经赢伫起跑线，好不好？你规气出道啊！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讲真的。你这黑白讲话，这个对我来讲，我就是爱听人黑白讲话，好不好？我感觉这做心色做好笑的，所以我感觉你其实你若有兴趣，会使考虑看卖哦。花姊，你讲有去考？啥？花姊，你讲有去考成台台语认证？我无啊，我无考成台。我敢若有考迄个，我敢若考教育部的，而且我迄个其实迄证照我平常时也无咧用，所以就无咧用。我到底在讲啥？我有捌考虑过，敢若去考成台台语认证啦。毋过，就是我即马因为成台对我来讲有较远。即马我若像，就是我毋知影我当时会用到，所以我暂时还无准备要考，而且迄较贵，我就感觉讲我爱认真读册，毋过我是一个做平淡读册的人，所以，但你看我怎啊咧害成我咧做一寡无正经的代志。我是爱讲台湾话，毋过我无爱读册，所以我就是咧黑白讲安尼。所以我就感觉讲我怎讲，暂时无遐尔迄个无迄种想要拍拼的心情，所以就暂时无要考。我知影成台是考白话字啊，我平常时嘛是用白话字啊。有机会一定，有机会一定。好浓哦，后面更多新内容，该不会更像在做代工？我看卖哦，伊其实有写伊的后摆要出的新内容是啥？那像甲迄个，那像拢就是毋是讲要开佫较济白仔包啦，应该毋是。因为我听到一半无得看，所以我小等来看者。看卖哦，因讲后摆出的其他的新功能，互大家看好啊，我会使甲刷过来。写伫遮，伊即个 game 就拢甲迄个后摆遮有诶功能写伫遮，讲迄个好多啥客人的评价，佮有啥人客因家己会互相换卡片，这要袂做出来，会使办比赛，要袂做出来，一寡奇奇怪怪诶代志会发生，要袂做出来。佮较济产品，这有可能哦，凡说爱贴无共款诶物件。有啥？无共款类型的刀啊，佮有毒啊，无共款的 game，就是伊咧卖即个后摆就卖干那卖即个 Tetramon， 可能就会做袂出，毋是啦，腰袂做出来，讲毋对去。可能后摆就毋是干那 Tetramon， 可能就会有迄个 Tetra 还是 Tetra 的 Gathering， 拢有可能。上介复杂的是这 Playable TCG， 就是伊互伊内底即个牌仔算是会使真正会使算的，这应该较麻烦，这感觉就足麻烦。还有啥？店内底迄个装塔嘛，Grading Card 毋知影啥物意思，应该是讲你会使Grading Card 应该是讲迄个咱真正即种店。伊咧收人客的牌仔，还是人客可能会摕牌仔来，你爱互伊一个 grading， 就是你爱甲伊的牌仔迄个保存的状况爱甲拍分数，就是讲你牌仔保存甲愈好，你介绍才会较好，即种的。台湾毋知影敢有，毋过我知影就是欧美较有即种，就是有一寡店因是有资格来甲即个牌仔拍分数的。
过来就是我感觉上无聊的，就是调整即个 game 的困难的程度，这应该是上介无趣味的。啊，到遮呢，所以毋知啥物时阵会阁出新的即个内容。干嘛啊？所以你甲庙公请6666哦，实际上因收的钱毋是安尼啊？是哦。所以到底是收偌济，我毋知。因真正是报名费写6666呢。我足久无去看因的网站，所以我毋知。枵袂要食宵夜无？会使，即个时间会使食宵夜。啊，毋过真无介枵，因为头拄仔啉甜的，你真讲无工作枵的。伊是网站写毋对去呢，无哪会写一直咧拍。伊是网站写毋对去哦，还是安怎？哪会安尼？哪会安尼生？伊哪会安尼生？大家会使分享看觅，敢有要食宵夜，是宵夜要食啥物？我暗时要困进前，我拢会想讲明仔载早顿要食啥，就互我讲足期待看到明仔载的日头。啥意思？该听偌济包？所以你真正请6666块，真正有请到这个钱啊？小爷想要食咸豆奶，我无介意食咸豆奶，因为我根本就无介意食豆奶。想袂到吼，虽然我毋知有啥物通好想袂到的。我想看觅，我宵夜拢食啥？我拢食咸酥鸡啊，无怪我遮大箍，夭寿。宵夜就是爱食甜啊，食甜才有爽啊。无就是食迄个鸡卵壳，我太拢食即种的，夭寿。我想看觅，我宵夜搁会食啥？无啊，我拢食即种无健康。咸酥鸡 bad。无咸酥鸡 good to eat， 好食呢，好食呢。无要安怎？我应该搁听2盒还是3盒，就会升到第30级，就会使来休困啦。休困的意思是，互恁通好休困，煞来我要来继续加我的片，为着要讨谈倒生活，对。看我讲了无毋对，钱的 good， 钱的 good，very good。互我想到，前2阵嘛毋是前2阵前几工伫咧店内底，因为我即摆拢上迄个上晚的迄个班，就是我爱负责收店安尼，就上尾拢爱撸涂骹，撸的就讲讲你涂骹有够 good。我就甲阮头家讲，这会 good 的，伊甲我应讲 very good， 靠腰。我头家有时嘛会足强的，讲一寡奇怪怪的笑开。呛卡会办什么意思？你即摆就是感觉讲阿慧真呛卡的对，什么意思？我无。阿慧敢有欠骹，我是毋知啦。阮店是有欠骹手是有啦，这我是知影的。而且阮遮不时就是会有新人会来应征，就会可能就会做1工做2工，做就感觉讲无适合就转去。即阵代志已经发生足侪摆啊！我就感觉讲是安怎？大家拢无介意即个工课我是安怎一开始佮愿意做？我是毋是较戆？应征我读毋着足久啊！多谢你的补充，真正是我的台湾话若是无靠大家，就真正袂使。应征，好，我会甲这刻伫我的心肝内，刻伫我的心肝内，刻伫我的头壳内底应征。多谢阿峰补充。
我即摆已经升到30级啊，会使。袂今日嘛是开要2点钟，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新的，算是以前哪像拢无开遮长，因为我我应该有甲大家讲过吼，就是我感觉我家己讲话迄个方式无介好，所以我若是讲话讲较长时间，我就是真紧就会感觉较忝，所以对我来讲2点钟算一个新的挑战就对。或者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我遮迄个牌仔吼，我拢还袂囥，所以我要来囥一寡牌仔来卖。我咧想，即个较珍贵的，敢要甲留的，敢要甲卖掉，就是因为伊卖掉，伊价钱是真正是有就是真正有较悬，毋过有淡薄仔毋甘，就是。因为这可能算这个节目可能袂阁抽到第2张，所以有淡薄毋敢卖，也无要紧。我先卖遮，我确定会愿意卖，吼。我这囥咧，定一下价销吼。copy 伫 Discord 啥物意思？就是讲甲我念到的即个硬钉搭伫 Discord 呢，安像啦。耶，贵三，这我拢卖掉，我就好个。可惜这是虚拟的，毋是真正的钱。写 A 个，互你艰苦啊？安尼哦，你无介意英语哦？想看卖哦，定一下介绍。袂较贵的，哈哈。1、2、3、4、5。即我的房间内底有网，一直在甲我加，有够烦的，所以我的骹就爱不时叮当者，就互我感觉更较烦。1、2、3、4、5。嘿，你一寡台湾话搭伫 Discord， 你是讲我的即个 Fireplace 哦，就是我的迄个 Discord 的 server。我小等才来看，因为我即摆害心无法度哪看 Discord， 我会乱去。哦，佮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做工课的感觉。定价销。多水呢，介绍嘛水呢，哈哈哈哈！哦，原来是伫你的秘密花园。哇！你安尼一讲出来，大家都会足想要知影你的秘密花园生做圆啊是扁的，无应该是无人想要知影。我后白讲的秘密花园，加在花枝无啥物秘密花园。我只是一卡乖卡的箱啊，无啥物复杂的心思。Nintendo 都足水的吼，是安怎啦 ？Nintendo 敢有遐用？无设置就会变做0箍呢。哇！我这哪有遮侪张？1、2、3、4、5，1、2、3、4、5。搁有10个空，遮塌空塌掉就会使，就会使放大家去休困。水哦，卖咧，1、2、3、4、5。好，所以来加一张啊，数学歹，数学真歹，所以。敢有奥金仔的手稿，莫要别讲，噔。
哪袂讲话？无手感。看卖哦。OK， 好，会使开电啊，会使休困啊。好，我即要来说服，我即要来记录，若无记录就真正会哭出来。好，水结束。今日冲甲30级，有够忝的，会使来休困。多谢大家今日参与吼，多谢大家来吼啊！我要来做些讨谈啊，讨谈无轻松啊！大家甲大家讲晚安咯，吼！大家想要食宵夜，想要休困，还是想要看别人的台，拢会使。多谢大家来吼啊！袂辛苦，就甲大家开讲啦，啊，就是咧耍啦，其实就是咧耍，今日就耍一个 game， 哪有辛苦咧？恁可喜咪世敢无咧小可喜咪世，啥物事？咪世啥物事？我日语真正袂晓。可晚安，多谢。好，所以好，个定讲一个晚安吼。阿峰晚安，多谢你来；伊利晚安，多谢你来；阿可阿欧朱聪晚安，多谢你来。大家今日咧陪伴，咪说是店的意思哦。敢无咧烧？拜拜的时阵我拢无参与着呢，所以真正有普渡，啊，毋过拜拜的时阵我拢无参与着，所以我负责食迄个拜了的迄个四修啊，我负责食迄尔，啊，我无对咧拜，因为因是早时咧拜。我若无记毋着，或者就是迄天我也无上班，无就是有上班，毋过我上班的时阵已经拜了，应该是安尼，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无参与着烧金纸的过程，所以就是安尼。好，多谢大家来，我要来加影片啊，大家再会，真紧就甲大家再会啊，大家拜拜。